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年38嘅客家新新闻，我是陈彦祖。当日呢，早晨9点半，客家新新闻都会伫网络上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。今天呢，就系新年的新年1日呢，我都会天公年呢，就系5月初1劳动节，给劳工朋友就有3日的连休假期好了诶。不过今天呢，还系啲鸦片有动多新的事情，我同大家来做提醒哦。第一类呢，就系讲今天呢，有做得起2最咩，韩国有今天呢系一啲劳工纾困贷款来申请的头1日，请乡亲朋友要注意。给有关2最嘅部分，给行政总署正从佢啲筹备嘅 TPA 啲免诉方发的一篇文章哦。也就系新年30到5月初3日期间，大家呢假使先前有啲网络上主文做嘅咩，也下呢都做得起量嘅。媒体上大家呢也摆起量做嘅咩时间呢，唔系做得呢啲便利商店直接插一个健保卡，唔就做得继续来听下日期嘅。同时，起量咪同时来主份，用实在系东风片咯。然后呢，一个都系5月初4，还个有5月初6，咪就系下日到大家呢就做得来继续啲网络上主份做嘅咩，一部分呢我等下一周礼拜咪就系到5月11就做得起量嘅。啲行政人呢咪提醒乡亲朋友讲，对啥来意思？系大礼拜1，大家呢就做得起量一个做咩，然后一个时间固定下来呢，大家就卡唔去唔记得就卡封片咯。好，也系有关这每部分，同大家来做提醒。韩国有就会讲，现在台湾呢筹备中央旅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嘅，就会讲因关于呢件连等新年都冇新增加武汉肺炎嘅确诊案例嘅。故说呢，现在大家都非常听，非常欢喜。故说呢，沙皮太中都用动多嘅方式来庆祝。嚟看到亚种相片。一种相片呢係客家電視台嘅新聞主播吳義軍主播，佢籌備呢可能喺下班嘅時間，啲下班班路行來翕到嘅。鴉片呢係啲鹽山飯店，嘅鹽山飯店呢，佢啲籌備嘅時間呢，咪用剪縫一個天縫呢來疊出一個 zero C 亞到4哦，就係同大家講，呢件連登新年冇出現新增加確診案例嘅，大家實在非常歡喜哦。接下來呢，這個來看到行年總圖哦，一總圖呢看起來啲韓卡新數有批人府區呢一條風景哦。其實呢就係講廿八夜嘅武漢肺炎呢，對表出疫情到今呢，其實所有嘅社會大眾都同關心哦。廿八呢台灣嘅疫情已經漸漸嘅有卡翻呢，故說呢亦都所有民眾、所有機關，家條都用家條氣界方式來表達出。一條對醫護人員嘅承諾，韓國有對規個社會大眾對規個疫情嘅關心，用呢大家團結強心嘅精神，實在俾人看到知道同感通哦。好，下來呢，我繼續來關心一個有關於疫情嘅部分哦。就係講呢，現在呢，其實一個疫情已經漸漸嘅有卡翻呢，故說呢，大家呢就緊啲討論一個相關嘅防疫措施，我來做檢討，我來做調整咯。佢啲籌備嘅時間呢，一個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嘅，講相關嘅一條防線啊，我推到今年，一個今年嘅部分呢，就係講先前啊，認證政府面對防疫，就有提出動到嘅管制措施，希望呢所有人都係來配合。也呢，認證疫情已經有卡翻呢，故說呢，建議嚟講，一個相關嘅防疫管制措施，做得悄悄嘅來討論，看按樣嘅來變樣嘅。故說呢，針對亞類部分呢，一個尤其下來，天公年就係5日連休假期嘅，其他人呢都同上提供也敢做得出去留了咯，認證一下呢係防疫期間，其指揮官陳時中就特別同大家來提醒嘅，講一個連休了呢，大家假使想不用輕鬆出去留了呢，一部分都冇問題。如果你盡量呢還係唔好去人卡多所在去人接人，尤其呢係保持社交安全距離，但最尾一條防疫措施，也呢還係希望大家呢愛來配合，愛來做到。佢針對下來一條防疫管制按樣嘅來變樣。嘅指揮官陳時中佢就講到，雖然講呢一個開放係天初會有風險嘅，不過呢佢哋希望呢，現在講一下疫情看起來呢係漸漸嘅控制下來嘅。故說呢一下呢，政府呢咪同時考慮講，按樣嘅多多嘅來變樣相關嘅規定，希望呢社會大眾所有民眾成分呢一下做得漸漸嘅來恢復正常嘅，亦係政府3萬為來做到目標。好，下來呢這個來關心一條盤沙間蛋糕嘅情形咯。因為盤沙間蛋糕呢，看起來呢，喺頭一週禮拜嘅觀察期呢已經結束嘅。國家今年呢，一個2禮拜嘅觀察期、隔離期就會
慢的哦。也呢先前大家请关心就讲，一路盘沙监嘅官兵，咁有留一条1700本其他人。也呢看起来呢，现正讲因台湾已经连登4年都无行政牙科证嘅案呢，尤其呢同一条盘沙监嘅官兵有密切接触，也条朋友，也你咪发现也条呢采验都系阴性呢。故说呢也看起来呢，也条危机嘅算起来系抢时，看起来有卡平庸嘅。我有按用事件，其实治理中心嘅片美讲嘅认真盘沙监，当局呢大部分呢靠证呢一路分杂，但都系强征，韩国有认真也条可能较后生啊，韩国身体较好，故说呢抵抗力较好，美貌留一个1700本其他人，故说呢大家做的较风险地位，唔是个案件重要，或也系有关关于疫情的部分。三人呢，我同大家来特别提倡一类重要的消息咯。就讲，认真讲，一类疫情啊，其实就造成关于动到的经济发展冇办法来继续下去哦。没有动到的严格劳工受到亚症疫情受到动态影响，就从有人呢系调价要求其外一类了无薪假，有人呢系就冇办法上班上按到的认真证件动到点价系冇实力。故种呢针对劳工的部分呢，嘅政府呢就有提出10万元呢，纾困贷款，前主要呢最讲对金币呢就会开始本人来判呢，给政府呢就有讲呢，给希望呢老所有的条件不用到信用，后本大家呢都做得呢来申请到，然后呢按上呢会提供50万张名额，然后呢大家呢都请嘅付义讲，老亚的纾困贷款或6本请使用人，希望呢大家呢都做得挨过难关哦。给针对按用部分呢，其实劳工也都没有其他款法来看 N 新闻报道。相对来说，到现在为止大概是减少了2/3左右。因为疫情冲击，本来一间业态系时的出团量一个量区，对营业总算开始就无投入，生意小动多，改在限时的前其他嘅些流减。不过上头防疫期间，暑假生意降低嘅状况又上来重新施加，所以了解王先生基金申请量区薪资补贴，可参加重天再出发计划。对于纾困贷款也有想法。这个10万块来讲，对于我们这个短期失业的人员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及时雨，因为毕竟来讲，它的申请的门槛条件来说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点，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，应该会去试试看申请看看。劳动部关于5日劳动节之前推出劳工纾困贷款，由24届半國司勞工在時代提出工作實習證明，就是在申請。整個貸款10萬，期限係3年，第1年貸款利子由勞動部補貼。貸款第1年前半年係寬限期，唔是繳納本金，後半年還本金。第1年開始，大概也還本金同利子。确认你现在有工作事实，但是你因为工作疫情的关系受到一些冲击跟影响，那你就可以来做一些贷款。如果过去没有很明显的这个贷款违约啦或等等的一些情况，基本上都可以通过。请您准备所谓的双证件跟印章，然后来分行填写申请书，可以线上办理。4月3号之后会统一一起做一个开盘的动作，对保的动作以后，我们就是会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个拨款的动作。询问银行客服是嚟知道勞工愛準備嘅相關資料，對報到係報按算愛3到5公元。第一步先推嘅21間銀行，報到4月30開盤；第二步嘅13間銀行，報到5月初4開始受理。按算是嚟聽收50萬嘅勞工。記者台北綜合報道。剛才啲新聞都好呢，就你看到呢，亞拜呢政府提出來嘅紓困貸款，對動到像係旅行社量出一條短期事業嘅勞工嚟講係幫助動態哦。其多帶呢一個紓困貸款10萬元嘅紓困貸款，運用嚟申請哦。因為蘋果日報就同大家來整理好嘅，佢申請條件其實講亞拜政府基金不用到動用哦。前主要呢就係講，假使呢本國籍嘅民眾滿20歲以上嘅勞工都做得來申請，係講呢無論呢唔係要參加勞保，也係冇。呢希望有提出相關的工作實施，就做得來去申請嘅。跟相關的工作實施啦，像係都健普嘅相關的一條名詞啊，還有有像一條薪水條一條，假使呢有證明有啲唔係勞工身份，就做得來做申請嘅。跟申請期間呢，係對金幣稀釋會提供50萬張名額，佢都是這50萬張名額本人申請題就會停下來嘅。佢家呢有同大家有見講到，就亞拜呢貸款的金額上限
款系10万元，不过呢，一个10万元的贷款，前主要呢为本周3年来还哦。嘅1年的利息，大家尽管是咪就讲，一个贷款加过后为来还嘅利息为。利息有几多呢？其政府呢也摆提出来呢，算系加邮费嘅利息咯，一个差不多系1.845%，尤其呢系劳动部，佢要补贴所有嘅城乡人头1年的利息系劳动部为来补贴，为政府为来统一流出。其假使呢，加10万元过后，原来看到假使呢，嘅政府有补贴，人家就有利息，就系讲前6张年都唔是1万钱。都会提7张年，都会提12张年，你就会提头1年的时间。给当年呢，连本金来还，差不多系1张年3260美元，都会提1年起始，认证政府就冇劳务补贴利息的。故说呢部分反正金额会多一些些的。对听1年起始呢，大张年连本金还个有利息起还，差不多1张年系3400元，总共系3400元。按到政府呢提出28亿纾困措施，就希望呢同所有民众来挨过难关哦。嘅不过呢，也其实嘅劳工啊，一般的民众对28亿纾困贷款，可能已经还系无买相用。有人认为讲，虽然讲呢一个利息系动态嘅，不过清楚要亲密还系外还，就讲讲一个疫情啊对大家生活会镜头下去，可能呢对大家生活影响会进来进态，都是这假使大家冇办法来还，就多麻烦呢。故说呢，加条还系唔会起成像，不过系有人认为讲，假使呢压下以下嘅东西要卡太条钱，像系生意呢会投诉啊，会补习一条，会做到卡太钱，也部分呢都做得来老一条天数动多哟。好，也系有关纾困贷款的部分，同大家来做提醒。其实呢，要从大家来讲到一个消息，就系天公年就系5一连休假期嘅。喺亚班的政府没有提出一个1968的 app， 先前呢就系一个高速公路来看路况嘅。亚班呢有 TPA 来做一个人潮检视，最讲呢假使人卡多数在呢，佢会本周3种式同大家来做提醒。如果呢一下政府按用 app， 其实呢也就本大家发现到有动多嘅资讯唔正确，没有抽成呢动多民众认真唔讲出。唔敢出去老了诶，就老先前这件主妇呢，像系检讽一条都推特的，就说是呢有动压榨都动反弹来看人的新闻报道。活动太门也是世界以后嘅蔬菜安装红外线现象而花莲县政府为到5日年假人潮空关做准备，我哋到上年假天房率也恢复水准。唔过业者讲，只系寥寥较可能，当时受检软体1968发布热门禁调了后，天房又受到影响。1号大概6成多了。那2号大概也下降到5成，军舰的感染嘛，大众的这个心里面还是怕怕的。大概平均3到4成而已。中央有发布一些警讯，然后也是说，放假不一定要出来玩，所以它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台南市长王惠杰连两日批评1968当无准，交通部公布改善。王惠杰今日表示欢喜看到，不过希望厘清公布该系监测点还是监视点。如果是监测的话，那应该多放几个。好，那因为坦白讲，民众有时候会分不清楚，反正是被列入进去的一些景点，大家都刷了一单。王惠杰也强调，无希望1968提高精彩，可比无准对民众同店家拢无好。另外，云林县长蒋立宪也认为，另一个景点也有限制。11个地方其实跟实际上有严重的落差了哈。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要做好防疫的工作但是也避免无限上纲。云林县目前无票里，县长希望县民利用年假出门下行嘞。不过为了考试状况之前，无希望晚宴时间延期云林。另外，新竹市系本1968连5个景点，不过其中花园嘅观光夜市，当多年前已经无做生意咧。花园街夜市它其实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有第一时间发文请交通部的部分做及时的更正。新竹市政府希望1968透过实体勘查，也系询问地方政府了后才个发布。虽然当到地方政府对1968有意见，不过拢强调5日年假为做好防疫工作，加派人员到各大景点收托人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本单呢，同点解都同其他亚太嘅5亿連休假期，做日本先前對都冇買成年銀行呢，做嚟重新過多轉來。唔過呢，亞太呢一個1968嘅 app， 前一開始嘅時間呢，係有做同體間嚟做提倡，全國總共有200人嘅近視點哦。第廿一步嘅有增加100點，留日嘅素材總共呢總數呢係來到嘅差唔多有300人素材，都係亞太政府提倡體價，可能係人卡多為注意嘅素材哦。佢針對安用問題呢，其實就引起嘅提防嘅反彈，就因為講假使呢一個相關嘅資訊唔正確，佢所有嘅點價強拍呢就會冇成立好做哦。故說呢針對安用部分呢，佢呢邊呢籌備嘅時間，立法研究有要求溝通部講，假使呢唔冇經過相關嘅測試，佢相關嘅資料係唔正確嘅時間，佢亞的 app 都會5億連續假期時間，就總得正式同大家來用。韓國有嘅提防嘅訴訟呢，一下相關嘅刑事嘅提防訴訟，每意見冇強用哦。亞條呢咪當希望講，仲用咗嚟提供清正確嘅資訊，唔好壞到提防嘅點價冇成立好做。嘅相關嘅防疫部分，其實大家呢還係會來配合，希望呢政府整體為老企做到清好，就會係對防疫清好嘅。佢針對安用嘅問題呢，指揮官陳時中就有特別同大家來做提醒，講亞嘅 app 導航嘅警示點唔係為同大家來做警告，係為同大家來做提醒。係假使呢自家為來注意人卡多數菜就卡莫去，韓國呢就盡量為保持社交安全距離。假使呢大家為出去留了一部分還係真見冇問題嘅，大家唔是太過緊張哦。咁以上呢就按件比同大家來整理嘅報紙嘅相關重點，都會下主重點，將詳細內容繼續來收聽。而呢客家新新聞，而呢繼續帶來關心有關國內疫情嘅情形發展。客家新新聞，客家 Live， 本唔清醒嘅疫情資訊。我係陳彥祖，我係希里定。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。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，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。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、網站、Facebook 和 Telegram，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。